伫咧家己铺子推广在地文史的青木屋医疗文化馆，配合大科大教育游戏团队，设计出小解铺子鸡仔的桌仔椅，佮再结合手机的影像，或者桌仔椅会当对室内升高色挂。有人点册肠、米肠甲鸡面，念出桌仔椅卡片顶面的条件，看家己的手头敢有符合的地点，若有就会当得分。一般的桌仔椅、桌仔耍拢是伫室内倒定义，不过这个会当利用手机的镜头到小活耍实景解谜。这套用铺子做主题的桌仔椅，会当行出好啊，哪耍哪认捌铺子。耍的感觉吼，我感觉我较了解铺子这个所在啦，有足侪食物件，啊，足侪好耍的所在，啊，佮有伊的传统的信用，啊，佮伊的文化。真欢喜看到店家吼，透过这个物件，介绍出咱铺子的文化、产业、历史，啊，佮有产业吼，透过耍的方式，互游客啊，叫在地人熟悉咱的铺子。这套桌仔椅内底小解古迹景点，或者是店家，计共有35位。做伙研发医疗文化馆讲，为图面甲内底的内容，都是在地人对铺子的记忆。伊顶悬的图呢，拢是遮的民众吼来家己画出来，吼，足特别的，用画出来，毋是翕相的，吼，所以讲吼，这个含在地的关联性更较大，互人有参与感。铺子在地医疗文化馆透过产学的合作，甲台湾科技大学的团队用2天的时间来研发这套铺子的桌仔椅，除了希望向游客小解铺子，也希望在地人会当更较认捌家己的故乡，把这个记忆传承落去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